去让你送哪去的？哦，弟，安吉拉，俺让那给马瑞，莫能你对下。他病了是吧？哎，看死我了，看球嘛就是说什么对大爷，他说的。安吉拉，俺让那个民都，可让拿着起个。说的。爹，可让个东，拿过좀 약속 차샤. 좀냐? 그래.人呢，엄지라, 뭐가 나야 만비던 거리. 내 돈 좀냐 차샤 소리. 엄지라, 네 좀냐? 저 좀냐 나랑 하고 마소. 다도 아 좀냐? 어디 야 디뇨 아. 엄지라, 예.牛有了吗？牛拉了吗？拉的不拉了吗？这么大了吗？爹，牛粪就是嘛，牛粪嘛。他的脸牛粪嘛，我的脸鲜花嘛，我们两个不一样嘛。你是说他是牛粪？就是嘛。你是鲜花？就是嘛。鲜花插在牛粪上？就是嘛。你说这样老大爷肯定会生气的嘛，对吧？你不要生气，弄喇嘛嘞啊！这个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懂吧？哦。俺让你节目索性去买嘞，每多男性索性去买嘞，俺让可把那个拿着说给嘞，懂了吗？我姐长个懂牛粪嘛，快别拿着开始多对大10年一点。西藏自治区农牧民免费健康体检表，体检过了。哦。哎，我看一下。扎西65，老大牛，属牛是吧？俺姐啦，俺最包的快别拿着开始多了。这个老大爷身体啊，有点问题。什么的问题？哎，你别急，坐下。这个病是可以治的。哟西。但是你这个病啊，必须在我们县院